怎么办？我们广州返场快要结束了，怎么办？加场！點算啊？加班啊嘛，加啦，依家加。唉，我希望你哋以後咧，你哋以後喺公司，如果你哋要加班，你就諗一諗，咦，鄧紫棋都為你加過班㗎。嗱，飲啖水，跟住就加班啦。接住落嚟呢個環節咧係點歌時間，你哋要點咩歌咧？用盡我嘅每一分每一秒啊！你哋知唔知？你哋知唔知？今次喺呢度其實有好多，又唔係好多嘅，即係有啲啦，有啲第一次喺呢一度唱嘅歌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其實唔係好夠膽場場都唱呢啲歌，因為通常咧。如果我一開始唔係話經常唱嘅歌咧，通常就因為佢唔夠 hit。咁我唔係好夠膽有好多即係唔係好熟我嘅歌嘅朋友喺現場嘅時候，我去唱呢啲歌。咁所以咧，我其實平時點歌嘅環節，我盡量就點啲即係 hit 嘅大家識嘅。咁但係今日你哋咁好反應咧，我喺度諗緊係咪咩歌都點得咧？嗱，我為咗要活躍下你哋先，所以咧，我都係點啲你哋識唱嘅先，好唔好？你哋同我一齊唱完一首你哋識唱嘅之後，我就可以隨便點。嗱，既然廣州嘅朋友，你哋喺我啱啱出道嘅時候，你哋就已經有聽我嘅歌㗎啦嘛。咁即係如果我14歲第一次入錄音室嘅歌，你哋應該都識唱啦。像流星的坠落，灿烂不去的灯火。唱呢首歌，諗呢一首歌嘅歌詞，雖然美好嘅事成日都好似流星墜落一樣，一閃即逝，但係我想話流星嘅美麗係會一路留喺我哋嘅心入邊，好似你哋今晚你哋嘅美好會一直留喺我嘅心入邊。多謝你哋啊！今天是不是有人生日？好多人生日，怎麼那麼多人生日啊？我這邊看到一個人生日，這邊有個人生日，這邊有個人生日。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呢個唔計點歌環節嘅。你哋再點啲先，快啲點咩啊？唔係你唔好點啲我冇報批嗰啲先得㗎。我一定要唱啲有報批。哦，呢首你哋識唔識咧？呢首我都有一段時間冇唱過啦，但係呢首歌係極度冷門歌嚟嘅。超的靠近，一再靠近，卻看不清從前熟悉的表情。一句到底，愛情的距離，只是我遠了，輪廓再也看不清。我再俾你哋點多首，點咩啊？
每場都不是很想回家的，對吧？不想回家，不想回家，歌還在放着，別急着離開。不想回家，不想回家，天還沒亮呢，就想着醒了。但係咧呢一度咧尾場咧一定要有一首歌要送俾你哋嘅，呢一首歌係我對你哋嘅祝福啦，鼓勵我哋彼此啦，喺我哋覺得生活艱難嘅時候，抬頭我哋就會見到一片海闊天